懷疑之事物，星空的遠處是誰在引導？尋找當中的偉大故事，顛覆這世界，震撼着宇宙。人在遠古之初背叛了天地，一生多缺陷，愛欲沒盡頭。強者心中有更大宇宙，千秋的功過，問誰在決定？千秋功過，問誰決定？歡迎收睇《地球大神秘》，我係鄭子誠。大家好，我係吳幸美。呢個世界無奇不有，喺充滿神秘嘅婆羅洲，就有無數突破物理極限、超越一般邏輯嘅奇事發生。喺嗰度有一個地方，有人話曾經喺嗰度聽到天使嘅聲音，亦有人甚至話遇過真正嘅天使。而且更神秘嘅係，嗰個地方曾經受過戰火洗禮，附近幾乎所有建築物都受到摧毀，唯獨嗰度仍然都係屹立不倒，成為整個區域碩果僅存嘅建築物。到底嗰度係擁有神秘超自然力量，定係有其他未知嘅原因，令到嗰度特別受保護呢？為咗揭開呢個神秘謎團，我哋嘅攝製隊早前親身去到當地拆解嗰度係咪真係有神秘超自然力量，而呢個世界又係咪真係有天使存在呢？謎底馬上揭曉。對於唔少人嚟講，東南亞地區就好似天生披上一塊神秘面紗咁，總會有意想不到嘅奇異事件發生。而喺滿布熱帶雨林嘅婆羅洲，就有一個地方，唔單止充滿神秘，仲同香港有千絲萬縷嘅關係，亦曾經係全世界百萬富翁最多嘅地方。由於婆羅洲東北部嘅山打根擁有豐富嘅森林天然資源，以及廣闊嘅海岸線，由19世紀末期開始，吸引咗唔少香港商人嚟到呢一度做生意，亦都喺廣東省同埋香港招募大量工人移居，令到呢一度成為婆羅洲唯一一個以廣東話為主嘅城市。加上景貌同香港相似，於是就被稱為小香港。而喺呢個寧靜嘅海岸城市入面，就有一個地方發生過無數超自然神秘事件，當中最耐人尋味嘅就係山打根喺第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曾經被空襲轟炸，幾乎整個城市都被夷為平地，但唯獨呢座建築物仍然屹立不倒，時至今日仲成為山打根歷史最悠久嘅建築。有人推斷，可能喺呢一度嘅建築物係採用堅硬嘅花崗岩建造，所以能夠抵禦轟炸。但係無論幾堅硬嘅建築物，遇到空襲都難逃厄運。所以到底係神蹟，定係有其他原因？無論係專家學者定係當地居民，都無法提供一致嘅結論。呢個神秘地方叫做聖米迦勒與諸天使教堂，擁有超過140年歷史，係山打根其中一間最具代表性嘅基督教教堂，亦發生過唔少神秘事件。咁喺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 James 牧師。牧師啊，不如你講下依間教會嘅歷史啦，同埋點解有呢個名嘅咧？呢間教堂咧係喺1888年建造而成嘅。嗰陣時係一位叫做埃登牧師嚟建造而成。埃登牧師嚟將呢個教堂叫做聖米迦勒與諸天使堂咧，就係上帝借助佢嚟預言以後嘅時代將會有好多嘅屬靈爭戰。呢間嘅教堂嘅設計都係佢設計而成嘅。山打根呢個地方經過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戰，有呢啲澳洲軍嚟保護我哋呢邊嘅人民，但係日本軍打勝仗咗，然之後咧佢哋就俾日本人俘虜，就喺呢度住咗1晚。佢哋認為呢度咧係一個
俾佢哋最平安嘅一晚。後來呢班澳洲軍人俘虜就由山打根被押送去到西邊嘅蘭魯，但係有超過2000名士兵因為抵受唔住呢段死亡行軍旅程而喺途中死亡，最終只有6個人成功逃脫。直至到2005年，呢一班澳洲軍人嘅後裔認為二戰期間嘅山打根居民係上帝差派嘅天使，為佢哋嘅祖先提供支援。為咗感謝同埋紀念呢一份恩情，所以就籌款邀請知名音樂家漢德爾嘅後裔菲立製作手工吹製玻璃彩繪送俾教堂，而且每一組玻璃彩繪都各有非常特殊嘅意義。每一塊玻璃都應該有唔同嘅意思㗎，係咪？因為呢個叫做天使堂，就以天使呢個概念嚟做所有呢啲嘅七彩玻璃嘅。我見到個祭壇啦，佢喺上邊咧，正正嘅嗰塊玻璃咧，就係見到有耶穌嘅像啦，跟住有米迦勒啦，甚至乎佢踩住一條蛇嘅，咁手持一把劍。聖米迦勒做呢個嘅教堂嘅角色，佢就攞住劍喺屬靈爭戰踩住呢個撒旦魔鬼嘅權勢而勝過撒旦魔鬼。紅色衫嘅作為主耶穌佢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除咗前方祭壇頂部，喺聖米迦勒與諸天使堂嘅正門以及兩邊側門上方，都有相當精緻奪目嘅玻璃彩繪。喺正門上面嘅玻璃彩繪就刻畫咗耶穌嘅使徒彼得喺監獄之中獲天使顯現拯救，得以逃離希律王魔掌嘅神蹟故事。左邊側門上方嘅玻璃就刻畫咗耶穌另一個使徒腓利喺聽到天使聲音之後走向曠野，然後喺曠野遇到一個埃塞俄比亞高官，並向佢傳福音同埋洗禮嘅神蹟故事。至於右邊側門上方嘅玻璃就刻畫咗使徒保羅得到天使顯現同佢說話，令佢就算喺地中海坐船嗰陣遇上足以致命嘅大風暴，仍然能夠揾到方法脫險嘅神蹟故事。呢啲玻璃彩繪為教堂加添一份莊嚴肅穆，亦都令人透過入面嘅神蹟故事反思呢一個世界有好多事物係超出人類想象，令到我哋能夠學習以更加謙卑嘅態度過生活。喺古今中外不同嘅種族所流傳嘅文化以及故事，都會提及到上天或者神同人之間會有作出溝通橋樑嘅中間人角色，一般都會稱佢哋為天使。天使喺唔同宗教同文化入面都擔當住重要嘅角色，係咪就係其中一個最能夠證明佢的確存在嘅根據呢？早前喺美國就有調查話，當地10個成人受訪者之中就有7個相信呢個世界有天使。而喺基督教文化入面，天使係由上帝創造，有超自然能力同自由意志嘅靈體，係為侍奉同埋榮耀上帝而被造出嚟。同時佢亦都會將上帝嘅說話傳遞俾人類知道。例如，天使就喺2000幾年前向猶太人瑪利亞預言，佢會以童貞女嘅姿態誕下救世主耶穌。時至今日，有唔少人就話好確實感受到天使嘅存在。弟兄姊妹啊，嚟到呢教堂嚟崇拜主啊，有陣時佢哋有啲見證啦，就講佢哋聽到
天使嘅聲音，佢哋覺得有股力量嚟幫助佢哋可能佢哋係認為係天使嘅幫助嚟救佢哋脫離死亡啦。會唔會係其實喺呢度嘅會友咧，都好多時都會感受到天使保護緊佢哋嘅咧？係啊，因為我哋呢個名就好會注入佢哋嘅心裏面嘅，又派天使嚟保護我哋每一個人，就要用呢個天使咧，呢啲嘅意象嚟鼓勵佢哋，俾佢哋知道上帝主耶穌又派天使嚟保護我哋每一個人。不過部分天使就選擇違背上帝嘅指示，唔單止同上帝為敵，成為魔鬼，仲引誘人類同佢哋一齊離棄上帝，犯罪作惡，走向滅亡。好在上帝嘅能力係世上最強，佢一直差派天使保護同埋幫助人類免受魔鬼邪靈嘅各種誘惑同埋侵襲，仲喺2000幾年前差派耶穌嚟到世上為贖世人嘅罪釘上十字架，人只要接受佢係救主，就可以得到永生，扭轉人類命運。為咗令人類重新同上帝建立關係，選擇正確嘅道路，於是天使同魔鬼就展開正邪靈界大戰。聖經就預言過，天使長米迦勒一直同魔鬼戰鬥，而喺末日仲會率領諸天使擊倒代表魔鬼嘅大龍，維護上帝嘅世界統治權。What is your view about spiritual warfare? Spiritual warfare is real because I'm involved in it myself. Like casting out demons, praying for people who are possessed by demons. So I know it's real. I know you are pastoring man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s this a challenge? They believe in the presence of spirit. If you don't like somebody, Yes. You want to hurt that person, I don't have to be physically close to hurt you. Oh. I can do it at a distance. In one instance, actually here. So one youth was possessed, demonized, screaming very loud, and then fell on the floor, Okay. rolling. So we knew it was not normal. Yes. So we prayed for that person, Okay. casting out the demons. We restrain him, Okay. pray, casting out demons. And then we said, if you don't come out, we will ask the Holy Spirit to torment you. And then he respond, no. Okay, I'll come out. Okay. You mention the name of Jesus, they know they are afraid of the name of Jesus. So Jesus' name is very powerful. Very powerful. But Okay. at that night, everything was done. That person was healed. This church have a mission Yeah, to always do spiritual warfare. yeah. St. Michael is a warrior. We believe in angels. Angels are there to protect us. Okay. We believe it. 喺而家呢個世代，我哋暫時未聽過有人親眼見過天使。不過，世界上有好多人都曾經喺無法解釋嘅情況之下，突然之間感受到有危險，然之後能夠避開，得以安全。嗱，會唔會就係天使喺我哋無法親眼見到之下，已經保護緊我哋呢？天使只係中介角色，都對我哋無微不至，願意暗中保護同埋提供幫助。如果佢哋真係奉命行事，咁落命令去保護同埋幫助我哋嘅嗰一位上帝，到底係幾咁愛護我哋，的確係難以想像。天秋功過，問誰決定？京都早喺794年已經開始作為日本嘅首都，直至1868年，日本將首都由京都遷至東京，京都嘅政治重鎮角色先至告終。豐富嘅歷史蘊涵令京都特別有淳樸嘅古都特色，着住傳統日式浴衣嘅婦女喺街上亦都隨處可見。
有人说没有到过二条城就网游京都。二条城是古代将军和家督居住的城堡，随着不同人物的称霸时期而见证着政权的变迁。令我们想象不到的是，初期日本基督教之所以可以兴旺，是因为织田信长在二条城接待了一位葡萄牙的宣教士而開始的，並且他們兩位更成為了朋友。屬於耶穌會嘅葡萄牙宣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1563年喺長期登岸之後，就開始喺日本宣教，更為推動傳教工作而學習日語，到京都接觸幕府嘅重要人物，希望打通宣教之路。1569年，佢同啱啱稱霸嘅織田信長喺二條城見面，更得到織田信長嘅信任，喺京都畿內宣教，獲得好多信徒。可惜，隨住織田信長被殺，二條城被焚毀，伴隨住政府對基督教嘅接納，亦都焚燒成灰。今日京都嘅二條城係由德川家康喺1603年建造，各項建築都被列為國寶、國家重要文化財產同埋世界遺產等等。二之院御殿被日本政府列為國寶。採用優雅簡潔嘅武家書院式建築風格，呢個建築係將軍李靖同起居嘅地方。呢趟京都嘅行程，我哋仲帶住期待嘅心情出席一個為日本人而設嘅福音聚會。經過多年嘅宗教迫害，日本人終於能夠脫離呢啲苦難，享受真正嘅宗教自由。冇錯。佢仲係一塊福音硬土，但仍然無礙多個國家嘅宣教士嚟到日本宣教。佢哋都繼承住17世紀遠道而嚟嘅宣教士嘅心志，無懼艱難咁喺日本人嘅心田上開墾，盼望住福音嘅種子有一日會發芽，然後茁壯成長。我哋期待住嘅嗰個福音聚會，就係由韓國大地教會舉辦嘅 Love Sonata。Love Sonata每年都會喺亞洲各個地方舉辦福音晚會，日本係呢群韓國牧者特別有感動開墾嘅地方之一。日本對於韓國人嚟講係一個既近又遠嘅地方，近嘅係地理位置上好接近，遠嘅係文化上嘅差異。因為日本人有佢哋大和民族嘅獨特文化，亦都係佢哋較難接受福音嘅原因之一。日本嘅基督徒佔人口不足1%。每屆 Love Sonata 嘅主辦單位，每一次都會邀請韓國國寶級基督徒藝術家獻藝同分享見證，將信仰同精彩嘅藝術融為一體，以藝術最精湛嘅一面獻俾上帝。就算國籍同語言唔同，通過音樂，大家都有同一個共感，所以音樂係重要嘅部分。我覺得音樂係一個好好嘅媒體。雖然我經常嚟日本公演，我唔係因為日語流暢而唱日文歌，就算我對嗰個國家嘅語言唔認識，但我努力學習嗰啲用日文寫嘅歌，了解歌嘅意思，向日本人唱歌時，令佢哋聽後有所感動。另外讚揚都係一樣，所以無論係語言或者國籍，以上帝嘅角度嚟睇，絕對係冇問題。當上帝創造世界時，大家用唔同嘅語言唱歌同頌讚，我感受到大家都能領受同樣嘅恩惠。
韓國同日本可以話係既近又遠嘅國家。日本支配咗韓國35年，喺歷史上、外交上，俾咗我哋好多重要嘅問題。因此，我哋更愛日本。睇到日本咁樣時，更想要努力。好多日本人中意韓國嘅電視劇，亦都喜愛韓國嘅演員。我哋唔知道個中原因，但係呢一切都係為咗證明福音而有嘅機會。所以通過韓流嘅影響力，就開始咗 Love Sonata。雖然係因為韓流而開始，但係而家通過福音嘅能力同影響力，反而可以喺日本文化中成為咗福音嘅明證。無論如何，福音通過文化，亦通過咗好多基督徒好有力咁、有效咁傳揚開去。所以 Love Sonata 都沿用呢一種方式，我覺得能夠繼續落去。當接待日本人嘅時候，我哋嘅經驗係日本人會敞開心扉，能更易接受福音，仲有持續感、恆常咁堅持繼續。當我哋去傳福音時，日本人會對我哋更信任，更會打開心門。而家好多日本人都喜愛 Love Sonata， 通過呢種發佈方式，讓佢哋能夠得到福音。當我哋努力、單純咁去同心協力嘅話，我哋就係為上帝而作工。當我哋睇到一班日本同韓國信徒為上帝而載歌載舞嘅時候，嗰種喜樂嘅臉容深深感染住我哋。嗰種喜樂唔單止係為咗娛樂觀眾而展露，而係一種由心而發嘅笑容。只有將生命完全交託俾主耶穌嘅人，先至能夠擁有散發呢股快樂嘅感染力。日本人認識上帝嘅恩典喺400多年之前早已開始，直到今時今日，佢嘅恩手仲係覆蓋住日本，期待佢嘅子民回歸。我哋深信上帝會引領住日本人繼續走喺呢條恩典之路。真正嘅永恆不朽係得到上帝嘅賜福。嗱，呢啲就係天地間最珍貴嘅財寶，同埋人生終極嘅致富之道。如果你都想得到呢份屬天嘅禮物，歡迎打嚟人生熱線81008012，喺節目播出後3小時內有專業嘅輔導員同你分享。下一集地球大神秘再見，拜拜。地球上有不解怪異之事物，星空的遠處是誰在引導？尋找當中的偉大故事，顛覆這世界，震撼着宇宙。人在遠古之初背叛了天地，一生多缺欠。